来看过来的消息咯，中华的天空游戏场伫去年10月，小连续发生民众触流笼钓伤的意外，民众是真不满讲，县政府讲因的钓伤是民众家己造成的，敢来当赔偿5成的医疗费用。县政府表示讲，公共意外险是依照事故的原因甲责任的成数来赔偿，因会继续甲保险公司沟通来争取。救护车赶到位，赶紧甲触流笼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治疗。去年10月，中华天空游戏场拄开幕无偌久，就小连续发生民众触流笼受伤的意外。其中一位触流笼甩手登去的老小姐表示，中华县政府线后的处理态度真消极，予伊无法度接受。那时候有承诺说，我的医疗费啊、看诊啊、复健的费用，他会去负担。可是后续变成这样，后续只愿意负担我的医疗费的3到5成。他说次责是他们主责在我身上，你自己要还的，受伤是你这样子。受伤的老小姐表示，县府建设的游戏场当初说1天内有2位民众受伤，目前现场嘛当咧时间改善，认为当初流浪的设计应该都有安全上的问题。县府相关处回应，游戏场当初拢有照规定通过验收才开放，民众的赔偿嘛拢有照程序咧行。公共意外责任险这个理赔需要依照事故的原因以及陈述来赔偿。那后续我们会持续跟保险公司争取沟通这个医疗的费用。那目前刘小姐已经向本府提出国赔的申请，我们会协助刘小姐在国赔程序中的审查跟说明。县府相关处表示，医疗费用的理赔会继续和保险公司沟通争取，嘛协助受伤的当事人申请国赔。发生意外的流浪尾段空地啊，原本设计有135公分，符合国家规定的28公分以上，即阵的时间要增加到245公分，让民众会当更加安心，嘛打算伫2月14日会重新开放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